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13地古朴优美的铁花汤，讲到在地人生命的故事，嘛，互海边啊一个落水的小砖头意外来庆红。这是云林口湖乡吴北村的故事。2020年地方创新计划，设计团队用铁花汤来打造着吴北村的在地特色。这个铁花汤的设计是以手为主灵魂，串联着稻米、甘蔗、番薯等等的农产品。每一块汤拢记录着居民的生活，总是互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来观赏。这个铁花汤推出了后，大量的外地游客来探访这个小砖头。从此以后，吴北村将做热门的打卡景点。这个铁花汤安怎来刻画着淳朴的小镇？居民甲设计团队，佮安怎联手，用这个技术为小镇来注入着活力呢？咱就做伙来看吴北村的故事。哦，这个就是阿嬷，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这个？分两口啊，这日本人类啊，迄个为了做50年啊。空间设计只是一个引子，主要是要让在这过程里面，让长辈或在地的居民，他们可以对在地有认同感。一早天微亮哈，来到田中央，这是我的手一家一起爱的，那个这是怎样呢？混乱组成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组织那些人，所以我们都把它留作纪念。是我们的角色进到社区，比较像是一个去听故事的人，然后去寻找每个人生命经验中长出来的美。云林县西南角的口湖乡义吴，透过2020年的人文景观再造计划开始有变化。在义吴北边的吴北村，正式13百铁花汤，为这个海口砖头加入艺术活水，规小镇继续探出和过去无同的气氛，拢是即卖的热热滚滚。今麦有这个人来给你看无？哦，700人来。700人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。朝天宫是当地的信用中心，庙口柑仔店的铁花汤，讲的是阿嬷自少年到即马，用小本生理经营的杂货店卖自家子的故事。这开50年啦，哦，这卖分两啦，分两口啊啦，这拢分两口啊，你就摊分两个啦。柑仔店大人囡仔拢介意，是农村重要的地点。有朴实的牵手前，有卖槟榔糖仔的乡间故事。头家36岁啊，就破病啊，全都无法人做，我创我卖槟榔的啦。你即摆阁有卖槟榔无？无，我做内底无咧卖啊。啊，你即摆卖即寡糖仔饼啊？卖即寡糖啊，要凉水啦。阿嬷原本平凡的农村生活，因为铁花汤开始有化学变化。这个铁汤做起来了，生意有加足好哦。哦，有哦，人来看到来加买哦。哎，这甘蔗啦，这切啊啦，这切啊。这土豆啦。这是土豆。这土豆。这拢你种的呢？我拢你种的。做啊种好拢弯的，你坏做啊贵做啊种好拢弯的啊。有影吼。啊。每一双手拢是铁花汤重要的元素。铁花汤都是用手去串联所有的故事，比如说这是阿嬷的手，所以手是代表所有努力在这个计划里面的所有的人。这敢你？这就是你啊！骨力做事的背影，讲的是吴北村时代一步一脚印的过去。因来遮翕相有找你翕相无？有啊，拢定要甲拖翕啊。哦，翕会歹势啊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台中来的。台中。是。所以特别来看这个村子的这个铁花窗吗？是。铁门啦。这是伫倒位？这个铁门了。嘿。迄个这边3个。好对。这边有3个。嘿。这那边有一串建筑。阿西厝一个。哦，是在你个无翕到。社区居民对创造家乡历史的贡献，透过一双手用铁花汤做见证，代表唯一无法度放取代。
每次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远远先挥手打招呼，然后阿妈就说：“你来啦，我请你啦。”你平常时啊，你我大咖啡，你请我咖啡哦。我请咖啡，咖啡甲袂爱困。谢谢。啊，你热了我请咖啡。他的故事可以变成一幅画，他自己觉得很拍谁。其实农村的人都会觉得说自己的故事没什么，可是当我们把它重新呈现出来的话，是我们希望他看到自己的价值。巷仔内充满特色，老厝加上铁花窗，设计师的创意，让原本庄卡的所在开始有无同款的风格和风貌。以安全的方式，然后又有美学的概念，然后去帮这个窗户有一个新的面貌，并且这些窗户都可以说出地方在地的故事。在地产业透过铁花窗讲故事，将500村自过去到未来的发展写出来，记录代代相传的历史。因为这地方是靠海，所以这边有很多是养虾或者是养蛤蜊的。那透过它的产业，可以说一个故事。破鹅啊，也算是这个地方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。务农的一些经济作物也把它放在故事里面。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名人，叫做李万居，他过去是为民主发声。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故事这个脉络能够透由手，然后透过书写这个议题上面呢，做一个图像面上面的一个转化。透过文字来呈现。无违和感，就将美学融合在生活当中。500村充满新海口农村的魅力。会选择一个蓝色，是因为这一边是靠海的。那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海的颜色，它没有太鲜艳，它也没有太闪耀。水塔是义乌过去重要的水源，水塔下块椅仔一直以来拢是共同生活的成员。对椅仔做回去旅行的平台，变作在地人文景观改造计划一部分。五北社区的特色，除了铁花窗，其实在村子里头有10只像这样子有马赛克拼贴的小雨燕哦。而这些小雨燕呢，其实都是跟在地有密切的关联，也是隐藏版的艺术创作。这个地方的美其实很淳朴，透过仔细的观察，然后去品尝这个地方的一个美的状态。你的画呢？我又不是画家。社区的13百铁花窗有200作品伫李宝园的厝，其中100讲的是兄妹情。我一个智能不足的妹妹嘛哦，现在有退休就把老家整修一下，所以给带回来，大家做伙啊那样，代表讲安尼兄妹哦牵手，他才一起过生活啊呢，互相扶持啊。故乡过去唔捌改变，是因为无详细做规划。不过即马透过铁花窗豆豆啊自头讲到尾，来重新改造嘛袂慢。那就有一个类似地标吼，人家比较佚佗，唔知会养久。我们去观察哪一个角落是大家经常会使用的，它就已经有那个习惯性在那边。那以这个空间作为我们去想要去改造的一个景观点，它会有后续的，就是维护的可能性。8月到8月5的中秋时长，志工当咧无形体时大串好食的中昼顿。社区改造计划有设计师特别引入铁花窗，甚至大家拢真熟悉，感觉真日常的建筑，透过笔用力创作，杂货饼嘛真特殊。我最爱食鱼啊，我就家画，然后伊讲我画这尾上水，搁上鲜鱼啊，哎呀，安尼有赞无？赞哦！林燕如是大家讲的玫瑰子，伊是志工妈妈，嘛是一位画家。这我亲手画好，我爱食榴莲，我就画榴莲啊。社区当中平凡的小人物，其实拢是真重要的角色。铁花窗的故事自然嘛有意。玫瑰节吼，伊是为那个台南遐寄过来给咱义务食的吼，也是咱社区的志工妈妈，吼，伊逐工拢会去遐煮菜，互是大人食嘛吼。双手里面有太阳、盐山跟秋萝菜这样。另外一间柑仔店的头家詹金明，捌做过8音乐团的团长。伊家己学乐器，到当依然不时伫社区传达美好的乐章。歌已悲伤，
迄人我都来，我拢唔捌来啦。迄五色人啦，系啦。外口的人啊。系啦，外口的人啦。水塔是义湖边啊几个庄仔头的重要水源，日时暗时拢有无同的气氛。地标要安怎展现特色，是艺术家设计的关键。那雨燕其实，对于这个地方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。雨燕叫做触礁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到直接联想到触家，去保护触礁啊。社区营造概念，设计师出想法，艺术力的集体呈现。每一位居民都是热情的参与者。每一件作品，或者是在做每一个步骤的时候，都能够跟他们的生活是有所结合。五八社区建筑物的过去，壁拢是用彩绘的，地标水塔嘛同款。水塔边啊已经无咧开的牛排馆，嘛捌用过真侪网架的图案，真古锥。原底这彩绘吼，是阮查囝画卡通，哦，要吸引这小朋友来食牛排。大改变了，你感觉怎么办？袂歹，真正是水。一早天微亮哈，来到田中央。五八在地诗人单山派的厝，原本就真有特色。我咧所以甲翕起，爱搁甲做一地。单山派一双手以丰富的文字，将生活全部变做感动人的诗篇诗句。找点就有看介意，看介意了，这诗嘛伊看介意，讲要。你有同意就对。有啦，爱都同意啊。即马加开面体汤，伊的创作会使安尼记录，是厝的一部分，卖变做永远的记录。积压在我的脑海里的思想吼，啊个倒一倒，啊无会激烈爆炸。诗人大家拢有真侪创作爱发表，诗意脱离纸笔，透过体汤清楚表达。游客去参观，嘛读几两摆，做伙详细欣赏这的作品。要做铁花汤，对已经有30多年铁工经验的师傅来讲，依然是考验。豆豆雕出符合设计图的角度，留啊修正变作艺术。其实我当初看到那些艺术家给我们的那个他的草图的时候，自己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表现自己一个技术的一个舞台啊。坚持实战文创做工课信念，以保持初衷，和铁花汤开始撑起来。它每幅都有它的难度在啊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它其实我们就是在玩铁。它其实你如果有办法去克服那一些它的线条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。4.5的用这个啦，厚度4.5，对，越宽越厚越难弯，对。基本上都会达到跟它一样的弯度，对。哦。所以我们这边会去把它削尖，然后两个把它合在一起。比较花时间的是稻穗，因为那个数量太多了。我记得我从右手边那个人物都做好之后，然后左上角也做好，我才开始做稻穗。这是蚌壳啊，我们用铁条啊有哦，啊我们用机器啊，有那拗安尼。虾啊、蛤蟆、土豆、番薯是在地产业。爱当透过冰冷的铁器展现热情的活力，这是真功夫。对，像那吧。那个直接蚌壳出来。对啊，它突然爆红，可对我们来讲的意义是，其实在我们心里面，它永远是一个回忆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一件快乐的事情。我们毫无保留我们的功法，就是我们可以完全展现出来，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传承下去这样子。五八村的地方创新计划，艺术家设计团队以铁花汤做焦点，目标共创共好。文化资产啊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组织那些人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留作我们的纪念了。村民看到故乡独特的魅力，美丰厝内自我价值渐渐铺起来，启动砖头改造计划。较早剩有的没有把它开发的地方，我们这次都有开发得到了。从那个铁花庄开始，就那个游客看到网络上在报嘛，哦，他们都假日都会来我们湖北社区这样走走。原本平静的海口砖头，
因为1300铁花桶的设计，互社区营造有一个开始，嘛开始一场城乡改造艺术的风波。已经和铁花桶做结合的500社区，要安怎善用这个风波，欢迎地方经济，游玩阁有真侪考验和挑战。